點解身體需要去濕？濕唔係指外邊嘅濕氣，而係人體內環境一種濁重、水液代謝失調嘅狀態，可以由外濕入侵，亦可以由內濕產生。由嚟生冷飲食或者脾胃運化差，唔講唔知，濕一直影響緊我哋嘅身體。有句講法，濕性重濁，黏帶不暢，即係話濕邪容易困住氣血，令運行唔暢順。有冇覺得疲倦、沉重、提唔起精神，頭重重、頭腦唔清醒，消化差、胃氣脹，入邊黏膩排唔乾淨，身體浮腫，面有暗瘡問題，手腳麻痹、關節痛，呢啲全部都係濕氣作怪。我哋透過專業手法儀器，幫助身體加快循環，排走多餘濕氣同酸性代謝物，氣血運行正常，脾胃功能健全，精神同免疫翻晒嚟，身心同時放鬆，令你回復輕盈自在。